大陆冷气团影响，这北部、东北部的天气也是凉冷。虽然讲今日温度会小可回升，不过这后礼拜还有两阵风面的来，天气无稳定，要注意随时可能会上大雨。半日本岛上气温出现伫苗栗山湾大河10度，中部以北空旷地区气温也拢伫11到13度之间。因为比较偏东风，甚至是比较偏南风影响的天气。 所以在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三这几天的时间，台湾各地清晨呢是稍微比较偏凉的，可能都是在17度、18度左右。但是白天可以看到，很明显都是在至少有25度以上的一个温度。那南部地区甚至可以接近到30度左右。拜二到下礼拜三，各地高温会到10度以上，南部甚至有机会到30度。不过拜4到拜6之间，会连续2波风面较会。 北部、东半部地区甲中南部山区天气不稳定，对流系统发展的时阵，也要注意短时强降雨、甲瞬间闪电雷击这剧烈的天气。根据民间气象公司统计，去年台湾甲周边海域的闪电次数超过1500万次，创近2年来新高。去年对流比较活跃的原因，有可能是跟台湾周围的海温比较偏高，所以整个大气不稳定度有比较高，然后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有相关。那大致面积来算，去年嘉义市、云林县分别是前2名闪电密度相关的县市。天气分析师提醒，今年春雷响了后，台湾已经进入对流发展旺盛的季节，为春雨方面到热天、中昼过后雷阵雨。 雷电活动会特别多，出外时阵要注意天气的资讯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